Hello，各位朋友，你哋話深珠通道講咗幾多年啦？年年提，年年都畫餅啊！好多人都笑佢淨係得個樓梯響。不過呢，今次就真係有料到咯。而家珠海同埋深圳一齊發力正式將呢個深珠通道列為推進嘅清單。上面仲有3層加碼推進，仲撥咗410萬作為前期嘅呢一個研究經費添並非紙上談兵噶。我相信進度真係會一日比一日快噶啦。佢唔單止係一座橋一條路咁簡單更係連接深珠聯動粵西嘅一個經濟大動物嚟噶。深珠通道公鐵係兩用噶，雙向嘅8車道啦。鐵路嘅設計時速係350公里噶，由前海直達到珠海嘅高新區咁而家你喺珠海去到深圳呢，行深中通道要1粒鐘噶。咁到時深珠通道一開，半粒鐘就直達噶啦，快過你落街市買餸添咁佢嘅犀利之處又喺邊度呢？佢可以填補深中通道同埋港珠澳大橋之間嘅一個空白啦。一條通道可以整活晒成個片區嘅區域你話價值係咪翻倍呢？通咗車之後啦，人才資金產業都會自由流通噶嘛。再加上西沿線深南高速同步推進輻射直達粵西嘅多地啦。大家覺得深珠通道幾時先真正開工呢？你又最想利用佢做啲乜嘢？我哋喺評論區討論下啦。